姓错的，你到底是存什么心？啊，一讲假，掠阮两个兄弟啊，我直直管，直直管，暗带阮去找阮大个，啊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无啦，哪有什么意思啦？你本来你就是无意思啊啦，你根本就是挑工不爱，互阮去见阮大哥的嘛。这是误会啦，误会啦，来来，啉啦啉啦。是讲，是啊。迄个严如花伫咧讲咱狄大哥是去什么游山玩水，唔知去倒位啊吼，无咱嘛来找。好啊，啊毋过，安怎？你还可能你无够开心？毋是啦，我是讲哦，啊大哥去游山玩水，伊也毋知去游倒一支山，甲做一条水，啊咱是要去倒位找？对，啊，真烦真烦。曹主委，张中李义因两个人，你若是顾袂了，不如你想一个办法，将因两个人解决得掉。记错的，啊，无你是咧想啥话啊？无啦，我是咧想讲吼，迄狄元弟吼，伊到底有可能去什么所在佚佗啦？啊敢讲你知影？哎，安怎好？伊知影，叫伊带咱来去。对，带阮来带阮来去。我带恁来去。哎，哦，啊，这带风景有影有够水着着。嘿，这个所在吼，那定定大只，拄啊敢若亲像伫咧做仙的。有影，袂歹，遮个风水确实有影袂歹。等你咧讲啥？风景啦，风水，啊，风景甲风水嘛是差不多。差多咧喏。哎，姓错啊，你讲阮大个来遮看风景，咱已经行这么远啊呢，拢无看到阮大个。这，啊，阮安尼爬山爬规工，话要忝死。阮大个人影嘛拢无看到，啊，到底是伫倒嘛？我是讲恁大个吼，是来这个所在伫咧游山玩水啦。假使讲恁两个人吼，对这个面顶甲看落去啊，绝对有法度通看到恁大个。有影有影，是，进来看。好。哇，这遮深哪看会到？我也有法都拢嘛无。度，无看的咧。等下，无啊，姓错，你安尼咧创啥？无啦。啊，你留咧较好啊！你毋想要甲阮两个安尼制作落去啦？无啦。靠！蜗牛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伊梦中贫穷啊，迄个文娘怨，阮分你用情好太悬，也心中暗将迄个文娘怨，你我结下不该怨。蜗牛，公主，你在叫我？你安尼喊棉花甲大声细声，我担心你做噩梦，所以毋再将你叫醒。我是叫什么？代志已经过去啊，你搁再提起咧。3更半暝，这电哪还搁接收咧？
我答拢用地寿伫咧保温地。算了，实在真多谢你。难怪你最近这么食孝顺，这厉害。唉，我唔知要安怎样感谢你，你为我也吃袂少的苦。我爱感谢我，我只想要爱知影讲，伫咧你的心目中，我甲温柔，什么人的分量较重？你讲啊！算了，你伫我的心中，甲温柔同款会重要。所有无共的，我爱你是如母，伫对温柔的我却另外一份特殊的感情。伊爱的竟然是温柔，那安尼我又何必对伊遮尔好？不如我就遵照大哥的意思，将伊杀死。是安怎的？我想要问你，假使当初若是无温柔，你是毋是将迄份特殊的感情来互我？无定会，也无定袂。我家己嘛毋知影。假使若是无温柔，无定着伊爱我。好，我即马就来找温柔。你是要创什么？伫咧感情上，我胜任处理。今仔日，我要在刀剑之下分一个关家。少王姐，万请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是毋是狄公主对我好，所以你恨我，你要甲我拼命？既然你甲明白，还阁伫咧等什么？少王姐，请你唔好冲动。安怎？你惊死是毋？毋是，我早就将死地指导我。只要你若莫杀害狄公主，我会诚心祝福你。你花言巧语啊，谁相信你将我刷通来讲好你？敌情已经亲口认两人相爱，事是真，阮两个袂当。
骗我，请你相信我，只要我若替阮阿娘报仇了后，我绝对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你敢不甘离开德清？这毋是敢不敢的问题，是我无资格爱伊。好，我着搁相信你一摆。假使你若是假想要骗我者，后果会安怎样？你应该知影。这是害死德清的好办法。也毋过，萧天良这个小囝，到今嘛，一直拢缀伫咧德清的身躯边。万一这个消息若是传入去开封府，会去连累着孙大人。这你放心，迄个阿杰啊，伊个人戆戆，伊要哪买会着礼仪？要咱呢？咱就将即尾的死的礼仪，派人摕去送伊。要若安尼做，什么人会怀疑咱呢？用即尾死的礼仪，你敢知影讲，即尾死的礼仪，伊是安怎死的？伊是安怎死？伊是毒死的。这个车紧张，你是要去倒位咧？我已经知道阮阿娘的骨灰，而且我已经甲安葬好势啊。我想讲要将万华楼的机密拿去甲萧大爷讲，我看过无偌久，万华楼就会当消灭啦。到时阵，公主，你是毋是当帮忙萧大爷消灭遐个恶徒咧？我早也期待这一天，万华楼若是破，为地方百姓来伫咧治害伸冤，这是应该的。文娘。万华楼破了后，迄个时阵，咱永远就会当去斗阵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文娘，爱你心意绝不改哦，永远甲你来不分开，雕小相思可期待哦。相守我好海，我四海渡了空，你英勇必配美风中。虽然你是红灯里，也是被迫来入火气哦。有人敢将你也轻视，请你慢慢莫自欺哦。公主心情我心领，你饲的木太我来这尔多情，我对真世来心负的冷，我只想空阮啊。破情灯。文娘，你袂晓安尼死做。我现在已经无啥物所在通好去啊，总有一天，你自然会明白。文娘，
姐，你是咧看啥物？我着甲遮尔啊大，你公主若走去倒位？到即摆阁无看人，实在要互急死。过来咧，伊去买鱼啊！哦，家代我走足紧的。小姐，你看，这尾鱼啊死的呐！这是免钱买的呢，倒是有啥物要紧？即马一世界拢嘛买袂着你鱼，加早是有一位好心的人客送我这碗呢。啊若无，今仔日就无鱼仔汤通我啉啊。好啦，要无小翠，摕你来啉煮煮的，无定就伫公主念伊倒转来。好，阿姐啦，咱入来煮鱼仔汤。哎呀，我红姑娘啊，你哪会伫遮？这都阮姨母的厝啦。阮大有甲你斗阵了无？有啊，真是打破铁的无觅厝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阮大即马人伫倒位哈？啊，伊有代志出去，大概念伊倒转来啊。搁出去啊？搁出去。啊，我那鱼仔做啊，怎办呢？哎呦，这款，哎，倒你啊！你敢是要来找我？阿吉啊，恁有受西心？啊，就迄迄工伫迄酒店吼，伊就是伫要买鱼啊，我才介绍噻。对，就参详要买这款鲤鱼啦。这是要互阮特公主食呢。安尼食。哎，公主等。哎，大。大，你等下，我找你足久啊呢。你哪会知影我伫遮咧？无啦，迄阮是拄啊吼，伫要买鱼吼，雄雄喷回遮来，才去看到红姑娘的你咧。哎，文姑娘你也来啊？大公主啊，咱鱼仔汤伫要顶啊，你紧啊啉的。哎呦！哎呦！你是安怎？我巴肚都痛。你是安怎啦？我头啉一嘴鱼仔汤，即马巴肚都痛。阿吉啦！
我知。安尼即碗鱼仔汤内面有毒。你想要害狄公主？你唔通敢回母人，你还阁讲我咧玩弄你？狄公主，我无想要骗你，伊是孙兵部的小妹，伊故意做吉你，就是想要害你。耍红你，而且伊阁故意诈骗，留你踮咧万花楼，就是想要逼你去冤忧。你这个背信的贱人，今仔日我一定要拼一个你死我活！翠龙，你袂晓想，狄公主，你赶紧去做金啦！翠龙，我娘，你袂晓死他什么代志？